空气品质好歹关系到民众的健康。对此，台南市南区台中里长柯志雄经过思考发想，以及筹备经费，伫里内5个地点设置空气品质监测器，让过路民众马上就让知影现在空气品质是好是歹，得到不少里民的认同。我觉得有空气品质的这个部分啊，对民众就是来讲的话，是一个很好的设备。对，因为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空气品质的状态。有这台就是较好空气有啥物问题，都较会知影啊。对，拢为阮这个里民拢伫遮咧服务啊，就好呀。现在目前空气品质是民众现在非常重视的，所以当初会想到说，既然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空气的话，我们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，做一个告示？所以就成立了，就设计了这个看板，让里民如果在路过的话，可以直接看到灯号显示，做一些提前的防范。避免成为人体的吸尘器。除了会当监测空气品质，这套系统还结合里内61台监测器，会当提供给警方办案使用，共同维护社区安全。该系统本身也有连接网络系统，所以还有里内的一些监视器。目前大中里的监视器大概有61支镜头，所以目前派出所都可以在线上云端直接可以连到里内的监视器。看到里内的治安状况，如果针对刑事案件的发生的话，他们可以及时在网络上或手机上直接可以观看到监视器，然后可以做一个调阅的动作，会节省到时间，还及时性的去了解。民众现在来到南区台中里，看到这个空气监测器，不但会当马上知影空气品质，提早做防护准备，嘛会当使用监测器所提供 Wi-Fi 服务。观众朋友若是想要了解更多详情，会当到台南市南区台中里脸书粉丝团询问相关的问题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